自我的一个过程。好，那这次也是算感谢那个西方艺术基金会的预宣，就是邀请我来做这次个展，做一次比较一个阶段性上30岁而立之年的展出这样。对，算是对我自己做一个总结。好，那首先我也分享一句我觉得对我自身影响蛮大，也是我可能创作上观念上，我觉得都以它为一个主轴的一个的话。那日常事物存在着一种力量，只有当我们凝视良久时，才能发现它。这句话是建筑师彼得·祖姆托所说的话，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我觉得虽然我们都会很习惯去看，不论是去感知我们日常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可能甚至但只要当我们就是用心的看着它，或者是用其他的角度或其他方式去观看它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得到不同答案，我们也或者是会发现到一个新的事物这样。就像可能有很多的发明或研发，可能他们东西都是一件可能都看起来不起眼，但你只要换一个角度，或你就会发现它不同的一个面貌这样。那这次的展览呢，事实上因为我个人是一个像可能两位分享者都有他们各自可能去累积他们自身经验的方式。那而我的话，我可能大部分都是影片吧，我是一个看影片大于看书的一个人。包含像什么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影集，一些可能你要读书的时候，我都觉得你给我看影片，我可能吸收的还比较快。对，那CSI 犯罪现场是一个我蛮喜欢看的一个美剧的影集。那像这次的展览的话，当初玉轩在跟我提说今年个展的部分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说。那我个展这次想要谈的是什么，或者是我个展想要呈现我从出来当艺术家到现在的一个历程，要是什么东西这样。好，那后面就是从我CSI 犯罪现场就是得到了看那时候在看 CSI 犯罪现场，我会想事实上。我在谈的东西可能都是日常的某一些细小的部分，或是某些片段，而这些片段都像是一个线索，而我的创作本身就像通过这些线索去重建一个现场，或是换一个角度去阐述它。所以后面我就后面就从这个 CSI 分享这边去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灵感。好，那这是我这次创作的一个论述。那事实上，我们日常就正在发生，就像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可能不断时间也正在发生。那实际上可能外面的阳光也还是累积在这个空间内。那天空上的风也是持续打在我们身上，而这些东西都是会不断，都是持续的在跟我们自身是有一个可能一些微小的一个关联性。那只是说我们因为习惯而没有去感知到。对，但是这些东西他们都可以变为一种，但透过这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可以看到或感知到一些我们肉眼所无法察觉的部分，这样。那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罗卡交换定律，这个是在刑事案件里面非常重要的定律。简单来讲，就是反两个物体接触必然会产生转移现象。也就是说，像今天我现在在这个现场跟大家讲话，那我的对话那我的话就留下了记录。那又或者是说，今天你被阳光照到之后，然后你可能会产生晒伤，那这也是一种转移现象。也就是说，只要你跟两个对象不同的物体互相接触后，你们必然会产生一些痕迹或者是一些轨迹可以去追寻。那然后，即便是你是无意识的一个状态下，所以透过这个所以我以这个定律去做一个发想，也就是说，如果日常的我们刚刚讲时间光，他们可能都会如果作为一个对象做一个对象的话，那我们势必会跟他们产生一些轨迹，又或者是会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让我们去追寻的。那所以这次展览的话，就是以罗卡交换定律
可能去做一个根基，然后呢再进行所谓的采证，透过采证收集到我们可能在日常发现的那些可能线索或者是一些现象，然后之后呢，然后再可能透过一些手法去建立他们之间的关联性，然后再重建出那个现场。对，那这大概是这样。那然后先谈一下这个日光检测计划，这次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可能都是来自于2019年日光检测计划的一个延伸。那这个计划缘起在于事实上我现在的职业是主要是在学校做数位机海的管理员。然后那时候我在我们有一种机器应该大家都知道叫3D 列印机。那还有一种打印的方法叫做光固化。这种材料，然后它当时它的材料是利用一种光敏树脂里面的光触媒去跟特定波长紫外线反应，然后进而固化的一个3D 列印的方式。然后那时候我们是有一批过期的光固化，然后要去处理掉。它处理的方法就是你要先拿去阳光下让它固化，把它固化成块后再去丢垃圾车。然后当我把它拿出来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说，它表面开始在固化了。而这个固化过程，我那时候一想到就很像那个豆浆放表面会有一层膜一样，就是当然你会发现说，它怎么在固化？明明有在室内空间，但外面的光源外面的紫外线还是不断的对室内产生影响。那代表说我们也一样处在于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因而我就开始好奇说，那时间跟光他们之间的一个衍生的现象跟关系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后面开始就是去用光敏树脂，然后去针对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时段，然后去让它进行固化，然后你就会发现说不同的时间他们会产生他们各自特定的一些有机的一个形体跟形状。而这个部分可能还会因为当时的气候，还有一些气候，还有那个阴天、白天、蓝天以及时段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差异存在。对，然后甚至是前几年的那个日环食跟日偏食，然后刚好云林，我现在在云林，然后云林刚好在两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部分，也好特别去收集当天的那个树脂的形状这样。对，然后那这次的话，我创作的是烛光者，它是延续2019年的那个日光检测计划。那在日光检测这个实验中，我发现说，事实上它的形体它是会依照自然的那个光线的那个路径，会有一个法则跟逻辑去进行的固化。然后在这个固化的过程中，我发现。如果你是光是从四面八方，你可能有正射、可能或是反射或折射，而这些光它们开始，当你把之前会是以类似单一光源去进行固化的实验，但当我把它全部都打开，把它变成完全一个透明的环境去进行固化的时候，它们会开始从四面八方开始固化，然后最后他们会开始互相的挤压，就像我们板块一样，就形成它独特的一个晶体的中间的一个纹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迷人，它就像一个可能就像一个地质的一个 DNA 一样，它就像它证明了一个就是在这个空间光跟光碰撞的一个轨迹跟路径。对，然后所以进而我创造，然后后面就利用这个特性，我创造了烛光者。烛光者本身它也延续的是我2013年开始的那个入侵者。事实上它的原型就是应该大家有看出来就是噬菌体。那我觉得它本身就像是我去探索的另外的一个身份。它跟着我去探索的不同，它就会有它自己的独特的一个变形，或者是去截取它当地特色的某种 DNA 进而去做的有一个变化这样。所以目前
我的入侵者他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个形状，包含仿生细胞，然后有包含那个无名者，然后还有包含是今年创作烛光者。也许我自己会蛮期待，也许再过了几年，也许它会形成一个独特它自己的一个进化系统跟进化论这样。然后还有这一件的话是光虫，那像当初光虫这件测试光虫的话，也是在我在日光实验中发现的一个部分，就是我想说，那如果说我的树脂结晶它们是透过光的路径去形成嘛，那反过回来，如果当我们用一个直线的那个镭射光打过去的时候，它是否能够再现光的那个路径的轨迹？这样，所以那时候我用了镭射去用了镭射去尝试把它打那个尝试找到它的那个路径，然后就意外的就发现它虽然没办法产生出它的路径，但它会显现出那个光带里面所形成的那个纹理，而这个纹理它会有点像变形虫一样，就是会不断的去会不断的去一个变化，去形成一个就是它因为我会有点像变形虫的一个形态，对。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部动画叫做《虫师》，对，那时候我在做的时候，我就想到虫师里面的虫，他们就是他们是一个安静，然后他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然后在这个世界去衍生，然后去浮游着，然后或是静静在我们的周围。然后在创作光虫的时候，那时候的感觉就是，透过有点像是我把日光浓缩在这个结晶里面，那透过镭射后，我又重新将这一块日光去激活的感觉，去显现出一种像日常的一个片段，对。然后再来，这次还有再来是微型印记那个1号到30号的部分，这部分这一件作品就是今年的创作。那这部分主要是这3年除了我会休息，没有创作，另外原因是因为刚好疫情就顺便休息一下这样。然后随着疫情的变化，就发现大家事实上有些生活形态也是开始在改变，而我自身的话也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戴口罩也不太喷酒精的一个人啊，原本是这样。那随着疫情的变化，我发现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变成一种习惯了。现在出门就没口罩怪怪的，然后没有喷酒精也怪怪的，就是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里面。然后呢，我就发现说，那事实上这些走路性的事情，它就像是一个日常的一个打卡的一个部分，然后有点像是我们一天日常里面的某一个片段，就有点像是一个它日常的一个切片的部分。所以我后面是去说，所以我后面想就是说以1个月为单位去收，然后去把每次碰到酒精后再用纸巾去将我手上的残留的痕迹去做一个收集，然后再透过就是指纹显示器去显影出它的形状，它的形态。然后发现每天包含可能因为你工作的一个不同，可能会沾有一些不同的物质，所以会不同的颜色，然后以及是说可能当下以及说可能每个人因为可能包含是你揉的方式，或者是说你那天手汗的多寡，可能都会形成出它独特的一个样貌这样，对。然后那时候，但我那时候在创作他们的时候，我在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只是拿那个纯粹亮出一个指纹给大家看的话，我总觉得有点缺少了什么，它好像与其说太直观，不如说就是它好像那就跟一般的涂鸦到底差别在哪？我觉得它少了一个，因为指纹这件事是我们人去做的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它需要一个人为的方式在这个里面。然后说我就躺在床上，然后吹着冷气在想
然后就突然想到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话。我后面觉得是我的这个指纹，如果它应该需要一个看见跟不看见的这个部分，去让观者去观赏它，而不是直白的去跟大家讲，看这是我的手艺这样。所以后面我用了一个叫做遮光片的材料，它只有那个一开始大家看它可能是黑色，它只有在特定角度的时候才有办法被大家去做一个观赏。我期望人的行为也可以把它加进去这样。然后微光路径的话，则是算是目前还在实验的一个作品，这样。它应该也不是作品，就是创作。好，那这是我也在树脂里面去发现到，就是当透明的树脂它在碰触到紫外线的时候，它会呈现蓝光的现象，它的颜色会转蓝。所以说我那时候来场刊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说，那如果那个我们刚好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有那个落地窗，那如果我将这些树脂变成是一种感知的那个视觉化的一个指标的话，是不是有这个可能？也就是说，它既然碰到紫外线会有蓝光，所以我透过可能给它将这些它们变成是一个柱状，然后排定一个距离。那随着阳光的角度，或者是说那个天候的变化，那它的蓝光就会开始增减跟减少。然后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是不是可以用一个视觉的方式去感知到日常紫外线的一个面貌，对，以及像是说可能今天你可能拿去外面说今天好蓝，它颜色好蓝，代表今天紫外线强烈之类的一个方式，对。然后最后一件是我2017的创作叫共生者系列这样。他们是在我那时候有出一场车祸，然后在这个车祸的状态下的一个冲击下，实际上当下的意识是一个很模糊的状态，而那种模糊的状态就像是电视坏掉的时候会有的那种模糊的感觉。然后每一台然后在那个模糊的那条动线那条线，我把那条线去模拟去拟化成是一种名为意识的一种生物，对。然后因为那时候你会发现，在撞击当下，你的身体先行动了，你的意识是后面才恢复的。所以我那时候在想，意识跟你的身体这两个东西，它是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是独立的去运作的这样？那就是直接撞击当下就把你们两个分开了。对，所以那时候我将意识去模拟成一种生物的形态，然后去把它设定在是一个需要透过某种方式才有办法观赏到的一种生物的一个形态，然后透过用 X 光片的方式去拍摄它的一个面貌，去截取它的形态，跟可能它是如何去跟人去交缠在一起的一个面貌这样，对。然后这次如果做一个这次展览的一个总结，事实上我觉得这3年来我可能一直在思考，就是我的创作到底在谈什么，到底在找什么，以及在谈论的是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后面我觉得我后面开始想，就发现我是在找一个自身可能跟这个世界，或是跟这个环境，或是跟人之间的一种是如何连接的一个方式。我在寻找我可能在讨论，我可能在寻找的是这个，有可能是源自于我可能自身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吧，所以我可能没办法跟大家有一个很深的，没法跟这个世界有可能有一个很深的链接感。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些创作，我觉得透过创作，我开始在思考，可能就开始用自己的角度去重新思考的自身跟这个世界的一个链接的关系，这样。
对，那这大概是我这次的个人的分享，谢谢大家。